多謝大家參加今日我哋呢個每個月舉行嘅健康講座啦。OK，好，咁啊，多阿 多 EBN 就係我哋謝多謝。今日嘅翻譯啦。咁佢亦都幫我嗯介紹咗阿 Raphael。Raphael 其實本身都係我哋小組嘅義工嚟嘅。咁佢喺加拿大呢邊咧係一個叫做行為治療師。咁啊，行為治療師咧，咁佢個工作咧就係專門協助患有自閉症或者行為障礙嘅小朋友，係幫佢哋咧係發展一啲正面嘅行為，同埋點樣提升佢哋一啲日常生活技巧嘅。好嗱，咁啊事不宜遲啦，我將今日嘅時間咧就交俾 Raphael 啊。咁如果 係。Raphael 你覺得有需要咧，你都可以介紹多啲你個背景咧。好，唔該晒 Raphael。哦，唔好咁講，係唔該晒啊，唔該晒阿 Lee 同唔該晒啊 Vivian。係啦，其實咧好慚愧啊，其實咧講真咧我咧係有呢個行為治療嘅背景，但係咧我而家想做啲類似輔導嘅嘢啦，咁所以其實好多嘢都係重新學過。咁啊呢段包括咧就係今次呢一個技術咧叫做呢個行為訪即係動機訪談啦。我係想將呢樣嘢咧推廣去俾一般人嘅屋企度都可以用到嘅。咁同埋咧呢個技術咧就係因為我都係初學啦，所以其實我覺得今次呢個咧其實嚴格嚟講咧可以叫做一個唔可以話係一個presentation 咯，係一個分享會咯，同一個讀書會咁樣咯。好，咁其實即係講個 overview 先啦，即係首先會講啲引言啦，跟住就係講嗰本書嘅作者背景啦，呢樣嘢都即係睇有幾可信啊嘛，你了解下個背景都，我覺得都幾好嘅。咁同埋跟住就講係動機訪談係啲咩啦，同埋有啲基本概念掌握咗先可以用個技術嘅。咁下邊就係基本係講啲技術啦。咁主要係講後邊由第5點到第8點呢幾樣嘢啦。後邊就係一個呢個 Q&A 環節啦。係啦，即係唔好當一個好嚴肅嘅係演講咁樣咯。係一個即係其實我睇完本書，我覺得幾有用。咁其實大家一齊討論下啦，因為要普及一個技術咧，其實好多細節咧係同個書本係有好大出入嘅。咁要靠每個人自己去體會同埋可能去討論下要點樣做咯。因為本書咧係以一個即係 counselor 同埋一個客人嘅角度去講嘅呢個技術。咁可能喺日常生活裏邊咧，好多嘢係唔係好通嘅。咁所以其實係要好多去思考啦。所以你會聽到我呢個演講咧係好多係我對本書嘅睇法同埋對呢個技術嘅睇法同埋疑問咯。咁同埋希望大家咧可以即係盡量提出啲問題啦，因為都係討論為主咯。好多時即係實用技巧都係要咁樣傾出嚟嘅。咁希望你哋可以揾到一啲即係啱用嘅技術咧，喺用到你即係重視嘅人身上邊啦。係咧因為用咗好大量嘅 AI 去翻譯我嘅原稿啊，咁咧所以大家可能睇嘅時候咧會有啲辛苦嘅。咁希望大家多多包涵。咁有咩問題就提出嚟，咁我可以講解翻俾大家聽。我諗咁就係最好啦。多謝係啦，咁我哋就呢個係 ChatGPT 嘅功勞嚟嘅，係啦。咁我哋去下一頁啊，麻煩你啊，呢係啦。咁講下本書同埋個作者先啦。咁呢本書其實係2002年開始出版嘅。咁其實而家一路再版到前年都仲有嘅。但係我借到嘅就係呢一本咯。咁就個作者咧係兩個人嚟嘅。咁呢兩位一個叫 William，一個叫 Stephen 啦。咁佢哋就係咧創出呢個方法嘅原創者嚟嘅。誒一位咧係一個臨床嘅美國嘅心理學家啦。咁佢就主要係幫人哋去戒除啲毒癮啊、煙癮啊。咁另外一位咧就係一個英國嘅心理學家啦。咁佢主要係喺啲醫療機構裏邊咧做一啲推廣同埋培訓咯。咁所以其實佢兩個係即係好互補嘅嗰個背景啊。咁同埋近年咧，就呢個技術咧，亦都即係推廣到唔淨止係幫助人哋戒除毒癮啊，咁亦都推廣到好多喺教育啊，同埋啲 coaching 啊，即係教練啊，同埋一啲社工嘅環節咯。咁所以個普及性係越嚟越強嘅。簡單啲講咩係動機式訪談啦。其實呢個翻譯唔係翻譯得好好嘅，其實即係主要係令到人有啲原動力咯，去做一啲事情咯。咁即係官方嗰個定義咧，就係佢話以一種一個即係以案主為中心，即係 client centric 啦，有方向性，即係好 directive 嘅，咁去探索同埋解決一啲人內心嘅矛盾啦。個矛盾叫做 ambivalence 啦。咁同埋咧，跟住用呢個方法咧去增加人哋嘅動機，即係 motivation 啦。
係啦，咁聽嚟就好複雜嘅，但係其實即係好簡單咁講啦，即係本書嘅概括就係動機咧係需要認知到一件事嘅重要性，同時間你要有信心去解決佢咧，個人先會有動機嘅。咁同埋咧矛盾心理咧呢度嘅意思咧就係即係你覺得有啲唔一致嘅感覺啦，即係譬如可能你覺得你個為人係高尚嘅，但可能你做嘅行為你可能唔係咁認為啦，咁呢啲就係一啲矛盾咯。咁其實後邊會詳細咁樣講咯，即係佢係利用呢個矛盾心理去令到人有動機咯，好簡單咁樣講咯。嗯，运用这个案主的矛盾心理是让他在行为上有所動機。嗯係啦，咁同埋呢個係一個其實係一個傾偈嘅方式嚟嘅，一個對話嘅方式啦。即係譬如好簡單嚟講，譬如話哦，譬如佢會可能問哦，你瞓覺之前用手機，咁對你有咩好處啊？或者哦，你用手機啊，會唔會滿足咗啲咩要求啊？但係呢啲嘢聽起嚟咧，即係好似唔係好自然咁喺日常生活中運用嘅時候，係咪？因為佢嗰個語氣啊，同埋個用詞咧，可能同你日常嘅身份啊，同埋同你嗰個想 take care 嘅人嘅關係有啲唔係好相符，所以其實好大程度上係你要揾到合適嘅語氣同埋態度先至會用到呢個技術嘅。總之呢個motivational interview 啦，動機式訪談，我哋簡稱做 MI 啦，咁係有一種激勵人嘅方式啦，你可以咁諗啦。咁但係可能你要忘記一啲你之前同人哋相處嘅一啲方式，咁要加入一啲新嘅元素啦。同埋即係你同埋最個重點係要揾出個心態同埋嗰個去配合你之後嚟會聽到嗰啲技巧咯。呢樣嘢係我係幫唔到你嘅，你係要自己去諗嘅。我最後想提出一啲警告咯，因為咧你學咗呢個技巧之後咧。咁你以後可能如果你係有機會去接受輔導嘅話，可能會有啲難度，因為你已經知道咗嗰個技術啦。即係好似你譬如你睇表演魔術咁，但係如果你已經學咗個魔術咧，你就可能嗰樣嘢對你嚟講冇咁有效咯。咁呢係第一樣嘢啦。第二樣嘢咧就係咧，其實我覺得呢個技術咧有少少好似有少少操控人嘅，即係如果用得不當咧，都係有一個危險喺度嘅。咁係啦，咁我希望你留意呢兩樣嘢啦。咁如果大家都可以接受呢個前提嘅話咧，咁我哋就可以開始啦。咁首先要講啲基本嘅概念先嘅，因為作為一個即係引導人嘅人啦，喺個運用呢個技巧嘅時候，你首先要知道呢啲基本概念先可以開始去引導一個人咯。第一個就係咧可能一般人可能輕視咗改變嗰個困難啊，即係口裏邊可能好多時都會講即係點樣改變係好嘅，但係咧其實往往個效果都唔係好出色嘅，同埋我哋一般慣用嘅方法咧，都好多時都冇用嘅。譬如好多人一般會成日説教啊，或者會發脾氣啊，對住即係你想改變嘅人啦。但係其實佢哋會唔會改變咧？其實好多時都唔會嘅。相信即係大家有啲人生經驗嘅都會知道咯。你呢個技術要進步咧，你有陣時嗰個觀點嘅改變係好重要嘅。即係好似譬如我個例子，可能打麻雀，我唔知會唔會個個打麻雀啦。但係譬如一開始嘅時候，可能淨係自己做自己副牌。但係譬如當你打得叻啲嘅時候，你就會考慮譬如你上家啊會做啲咩咧？即係譬如如果人哋同你做同一隻索子咁講，咁你一跟住做一齊做，咁其實就基本上都即係唔會咁成功噶嘛，係嘛？咁就係一個即係視覺同埋睇事情嘅方式咧，就會決定咗你個技術嘅高低。咁 MI 都係咁樣樣咯。係啦，呢本書講咧，其實好簡單，就係佢覺得人其實你改變唔到第二個人嘅，你只可以幫一個想改變嘅人去作出改變啦，容易啲作出改變啦。係啦，咁就而且即係佢都舉出咗好多例子咧，即係話喂，其實即係其實改變呢樣嘢係好難發生嘅，即係由我哋去點樣改變人呢個諗法，改變成為我哋點樣幫人哋去改變。咁同埋咧，即係其實後邊都舉咗好多例子，就係講其實改變好困難啦，因為同埋好難捉摸啦，因為譬如人好唔理性嘅，有啲譬如面對好大挫折啊，咁佢都唔會改變自己嘅行為嘅喎。又或者即係有啲人可能自自然然就變咗啦，都其實冇乜嘢發生嘅情況之下就出現啦。亦都有好多就係譬如話就算接受完全相同嘅治療啊，或者療程啦，出嚟嘅效果可以好唔同，即係天差地別嘅。咁係啦，咁所以其實呢個過程其實即係一般嚟講係好唔受控制嘅。另外一個改變嘅概念重要嘅就係你要知道改變係有個階段嘅。咁就係呢個 slide 上面列出嗰5個階段啦。咁第一個階段係叫做前思慮期啦。
即係開始諗，即係唔係即係完全唔考慮會改變嘅。第二個階段係沉思期啦，咁就係開始會認真咁去諗下係咪要改變啦。第三個階段係準備期啦，咁就係開始有啲計劃啊，同埋開始對自己有啲承諾啦。咁第四個就係佢話行為改變期，即係真係去作出一啲改變啦，做啲唔同嘅嘢啦。跟住第五個階段係要維持呢一個改變啦。我想即係問下大家有冇即係覺得邊個階段嘅你想喺邊個階段提出幫助咯？係嘛？咁要睇翻你個親人嘅其實。我諗其實我個人認為其實一般可能比較着重係一二多少少嘅，好多時都係咁樣嘅。係咯，咁我唔知大家有冇睇法，如果有可以提出嚟啦。咁係啦，如果冇嘅話，咁我諗我之後嘅技術咧都係會集中講下，即係喺頭兩個階段嘅運用多啲啦。如果冇咧，咁繼續啦。頭先講嗰五個階段咧，其實都好多時會走翻轉頭嘅，即係可能你唔諗唔考慮變咗做考慮到咁上下，可能又走翻去唔考慮，係咪？甚至乎可能你已經作出咗啲改變啦，但係可能又會走翻轉頭，可能又會衡量翻呢個改變究竟值唔值得啊？咁所以其實係即係前後都會出現嘅。咁即係作為一個幫助人改變嘅人咧，咁你即係陪伴佢走過呢個過程啦，同埋呢個 MI 呢個技術咧，就係去點樣可以有效咁樣令到佢即係好順暢咁樣走過呢五步嘅改變嘅過程啦。咁具體講啲矛盾嘅心理啦。因為呢個 MI 個技術個核心就係你要去利用佢哋矛盾，跟住去鼓勵佢作出改變啊嘛。咁所以我哋了解一下矛盾嘅心理先。咁其實矛盾嘅心理即係可以係指一啲人、一啲事、一啲決策啦。凡係你有啲矛盾嘅感覺咧，或者認知咧，即係可能係諗法，係咪？有可能係行為。凡係呢啲矛盾出現咧，其實就係你利用嘅好時候嚟嘅。咁所以你要識得去即係捕捉呢啲矛盾咯。呢個矛盾心理會出現喺任何頭先講嗰個五個階段裏邊嘅。咁其實即一啲比較常見嘅矛盾啦，可以諗話，譬如話一啲人想變又唔想變啦，係咪？咁下邊亦都舉咗一啲例子啦，即係譬如有四種咁樣，即係譬如佢話兩個趨近咁，即係點樣咧？即係譬如有兩樣好吸引嘅嘢，係嘛？呢份工你又想做，嗰份工你又想做，咁你可能又決定唔到啊，又冇動力去做嗰個研究或者決策啊，係啦，或者迴避，即係有兩個唔好嘅決策啦，咁你又要去揀啦。其實個情況就係咁樣。另外一個就係各有優點同缺點，咁你點樣去比咧？呢啲都唔係重點，但重點就係你要知道個人你了解到佢矛盾嘅地方喺邊度先，係啦，咁就係可以入門嘅步驟咯，第一步咯，可以咁講咯。同埋我想講一個，即係我呢個係我個人睇法嚟嘅。我覺得其實咩矛盾都好啦，最重要係你要知道佢本身同佢價值觀嘅矛盾比較重要一啲啦。因為譬如假設你有兩個好嘅選擇，係咪？你唔知點揀，咁啊，但係當你發現你自己價值觀喺邊度嘅時候咧，咁你就可以將一啲好嘅選擇同你嘅價值觀作出比較咯。咁佢就比較容易即係知道要係向邊個方向邁進。咁係啦，呢樣嘢係即最重要嘅矛盾係了解佢同佢自己本身價值觀嘅矛盾咯。係啦，咁跟住都仲係講緊啲呢個你作為一個運用呢個技術嘅輔導者啦。咁有啲心態係要知道嘅。即係譬如話咧，即係佢講緊 MI 嘅精神啦。係啦，咁你要保持合作咯，係唔可以對抗嘅。你要引導佢咯，而唔可以教育嘅。你要自主咧，而唔可以權威嘅。呢啲聽起嚟咧，其實我覺得同一般有陣時屋企親人嘅相處就已經好有違和啊。其實即係譬如你一個可能小朋友，咁你可能真係要教育噶嘛，係咪？係啦，咁或者有啲行為可能真係好危急，可能都有啲權威都未定，即係呢啲都係可以商榷噶咯。但係即係總之我依書直說啦，等你知道下，即係個本書嗰個作者個出發點喺呢一度咯。我覺得即係呢啲精神，你可以盡量去接近咯，因為佢往往佢列出咗好多好理想嘅情況，但係現實生活中係，我覺得唔好多時都唔係咁樣嘅。所以我希望咧，就係你哋可以即係自己去揾到一啲喺呢個演講裏邊有用嘅嘢咯，而唔係話下下都話我做即係做唔足
都係唔緊要嘅，最緊揾到啲有用嘅嘢啦。講咗咁耐啦，咁其實點樣用咧？AMI 其實就係做4樣嘢嘅啫。MI 咁第一樣係表達同理心咯。咁具體係點樣咧？即係佢呢度下低有好多描述啦。但係咧，我覺得亦都唔使講得咁深入嘅，因為咧同理心嘅表現咧喺唔同嘅民族啊、唔同嘅甚至乎家庭背景咧都好唔同。即係你用一個第二個社會即係常用表達嘅方式，你喺屋企用可能都未必咁啱。但係你個重點係你要表現到出嚟，俾對方感受到咯。第二個咧就係呢度叫做發展差距啦。其實英文咧係叫做 develop discrepancy。所以呢個翻譯其實唔係咁好嘅。你可以咁講咧，就係去發掘佢啲矛盾嘅嘢出嚟咯。係啦，簡單啲嚟講就係咁咯。誒、就係MI 咧就唔係好鼓吹呢個，即係唔鼓吹，應該係佢唔係好提倡呢樣嘢，叫做即係無條件接受自我。佢唔係好，應該唔係提倡，佢唔係好理呢樣嘢嘅，唔係佢嘅重點咯。同埋咧佢就點講好咧？誒係咯，佢總之就係就係利用呢樣嘢，點樣去令到佢嘅矛盾呈現出嚟。係啦，呢個就係你就係同理心一樣咧，都係喺每個階段咧都係要做嘅。即係當你用呢個技術嘅時候，頭先我講過5個改變階段啦，同理心你又要每一步驟都要做。呢個發展矛盾，發展差距，或者你發掘矛盾可能會比較好啲。發掘矛盾都係你每一個階段都要做嘅，即係你要搞清楚佢嘅矛盾喺邊度。之後第3點就係叫呢個順應抗拒啦。咁英文叫做 rolling with resistance，其實即係你點樣去處理一啲對抗咯。係啦，因為你每一步裏邊你都會面對到對抗嘅，咁所以亦都係每一步裏邊你都要識得去處理。咁同埋後邊會講具體點樣做嘅嚇。所以而家我只不過即係係咁以講解下，等大家了解下先啫。第4點就係每一步都要做嘅，呢樣叫支持自我效能啊。英文咧叫做呢個 supporting advocacy 啦，係啦。咁其實即係你要建立人嘅自信心咯，我覺得係咁樣。亦係翻譯得唔係咁好，係啦。咁總之你令到佢有希望、有信心，咁就係個關鍵啦。又係每一步都要做嘅。簡單啲嚟講咧，成件事係一個輔導嘅風格啦，你可以幾乎係叫做。咁其實即係你有基本輔導嘅技術咧，先至比較可以運用得好嘅。而且咧，單學啲技巧係冇用嘅，即係要有一個體系咯。就好似學功夫咁，你淨係練一樣嘢係冇用，你成個體系要喺每個情況之下都 handle 到，咁先至為得嘅。咁係啦，咁所以咧我希望都係嗰句啦，即係你可以喺裏邊攞到一啲你用喺自己日常應對嘅時候用到嘅嘢咧，咁就係最好噶啦。即係你加喺你自己而家現有即係待人接物處事，可以即係多咗一重即係融入到你自己嘅體系裏邊咯。係啦，我覺得表達同理心你要揾你自己揾個方法啦，因為外邊人好難話俾你聽。即係我可以話俾你聽，我啲肢體語言啊，你要對住佢，你要有幾多嘅 eye contact 啊，同埋你有個咩心態啊，你要講嘢嘅時候嗰個語氣啊，呢啲其實我諗其實一般人都會知道嘅。如果係即係有興趣去了解或者學更多咧，咁我哋可能將來有機會練習嘅時候可以去試多啲咯。但係呢啲係啦，我覺得比較好難喺即係喺呢個形式方面去講咯。係啦，咁所以呢部分可能我哋會跳過，跟住就講後邊嗰3樣嘢要具體啲技巧要點樣做咯。係啦，咁頭先講過呢個技巧就係叫做發掘矛盾啦，即係唔好話發展差距，發掘呢個矛盾啦。咁佢就係講發掘矛盾個目的係啲咩咧？首先就係要引導一個叫做改變言談，即係英文叫 change talk 啦。即係簡單啲嚟講咧，就係你要你嘅目的係想令到你想幫嘅人咧去講一啲即係佢自己自發地講一啲有利於改變嘅嘢。咁啊有4種嘅，一種咧就係佢認識到保持現狀嘅時候嘅一啲唔好處咯。即係當佢講呢啲嘢嘅時候，咁就係你成功嘅一個指標嚟嘅。即係亦同時間咧如果佢會講，譬如認識到改變嘅優點，佢開始講呢啲嘢啦，咁又係一個成功嘅指標啦。又或者係佢講即係佢表現到樂觀嘅態度咯，對於改變係啦。
咁又係成功嘅指標啦。同埋呢個佢開始講一啲對於改變嘅意圖啦，即係譬如具體想點樣改啊，即係啦，呢啲都亦都係成功指標咯。咁係啦，咁所以發掘矛盾嘅目的就係要令到你想幫嘅人講呢四種嘢。係啦，咁具體要點樣做咧？咁第一就係即籠統啲嚟講，你要問一啲開放性問題，即係 open-ended question。係啦，即係唔好問啲譬如 yes，即係個答案係得 yes 或者 no 或者即係或者唔係咧，呢啲就係叫做即係唔係 open question 咯。咁盡量唔好問呢啲嘢。即係譬如你問你覺得你有冇問題啊？咁咧就唔好啦，因為佢只可以答 yes 或者 no，係嘛？你要問一啲嘢，佢可以講多啲嘅。係啦，咁同埋咧就下邊講嗰啲係啲具體嘅方式，同埋另外一種另外一種技巧係即係問一啲佢覺得件事有幾重要咯。我唔知記唔記得當初我哋講點樣令到人哋有動力咧，就係你要知道覺得嗰件事要知道件事有幾重要，同埋自己有信心啊嘛，係咪？咁所以問題裏邊咧令到佢開始去講一啲對件事，即係佢自己認為件事有幾重要咧，係必要。咁下低有啲例子咧，咁我都唔具體講啦，即係啦，咁你可以自己睇下。同埋如果你睇到有啲咩問題咧，你都可以提出嚟啦。即係如果你覺得呢個可能你覺得用唔到，或者你覺得點樣用可能會好啊，有啲睇法啊，係咯，我希望你哋問或者講啊。因為其實我都唔知嘅，有陣時我覺得點樣問係一個即係要去諗咯，真係嘅。如果你覺得係啦呢方面你覺得有啲諗法或者啲心得或者啲問題咧，咁啊係啦，希望大家可以提出咯。後邊好多時都係應該係討論嚟㗎啦，其實後邊係跟住就係要問一啲佢呢度話係引導性問題嘅規範係，其實呢啲係啲例子咯，即係頭先我哋講過咧要令到你想幫嘅人咧去講一啲即係嗰啲叫 change talk 嗰四樣 change talk 啦。咁而家3A 嗰點咧就係講點樣令到佢會講一啲認識到保持現狀嘅一啲唔好處咯，係啦。咁下低係啲例子啦。咁譬如話即係我讀出嚟俾大家睇下啦。即係其實個重點即係咩咧？即係其實你即係好好地去探索一下咧，即係實在潛在嗰啲問題喺邊一度咯，係啦。咁譬如咧咁其中個例子就係即係譬如我呢個情況你令你擔心嘅係啲乜嘢嘢啊？係咪？咁你咁樣問咧，咁佢自然就會開始會講一啲即係覺得呢個現狀有啲咩唔好嘅嘢啦嘛，係咪？咁呢個就係你成功嘅指標嚟嘅。咁你例如譬如又話譬如係乜嘢嘢令到你覺得需要對你而家呢個情況要做啲乜嘢嘢啊？係咪？咁佢亦都要去諗要做啲咩，咁同時間亦都諗緊現狀有啲咩唔好處咯，係咪？即係呢啲問題全部都可以令到佢會去講出呢啲有利於改變嘅説話啦。咁後邊其實都係繼續係一啲例子咯，其實俾大家諗下，同埋係咯，或者你可能你會諗到啲更加好去令到你想幫嘅人去講呢啲 change talk 嘅問題咧。咁呢度有啲另外一個例子啦，譬如3B 佢就講係啦，譬如佢點樣可以令到佢認識到改變嘅好處。咁譬如你可以問咩？譬如咁你希望5年之後嘅生活會係點樣啊？你而家要做啲咩啊？係咪？咁呢啲就又會令佢了解，即係可能想像到一啲將來發生好嘅嘢。咁其實喺某方面上，亦就係認識到改變咗之後嘅好處咯。係咪？又例如譬如話如果譬如你有支魔術棒嘅，可以改變呢一切嘅，係咪？咁你會想做有啲咩改變啊？同埋你生活之後會點樣好法啊？係啦，呢啲都係一啲問題咯。但係個重點都係呢樣嘢，有陣時相處上，我哋可能未必會同自己親人講呢啲嘢嘅，因為可能唔係好自然。咁所以你係要揾一啲即係你覺得比較適用嘅咯。係 咁 Raphael，我係有朋友問你喺個啊 PowerPoint 入邊有兩個英文字 RC 係咪？母 RC 係咩嚟嘅？係啊，問得好啊。其實咧係我自己，我讀書我都會做 notes 啊嘛，嗰啲就係我嘅 notes 嚟嘅，即係我會做啲筆記。咁有啲係我自己嘅睇法咯。因為有陣時我覺得就咁睇佢個書直譯咧，唔係咁清楚。咁我會理解咗之後有個注解，咁我就會寫 RC 咯。係啦，可以話我嘅注解同埋我嘅一啲睇法咯。係啦，係啦。咁後邊亦都係一啲例子嚟嘅啫，即係你希望大家會諗下咯。咁佢話另外一樣嘢係要令到你想幫嘅人會講一啲表達樂觀嘅態度啊嘛，係咪？即係要有自信同希望啊嘛。
係啦，咁你會講啲咩咧？係咪有啲咩會可能又唔係咁肉麻，又自然啲，又適合你嘅咧？係嘛？咁啊，其實你可能要諗下啲嗰啲態度咯，即係譬如你譬如你睇呢條問題嘅時候，你可能覺得啊，用邊個態度講會比較適合你同你想幫嘅人嗰個關係咧，係咪？呢啲比較重要啲咯，係咪？有啲可能聽日太肉麻咁樣就唔得噶嘛，係咪？係啦，即係譬如例如佢話你對自己做呢個自信有幾自信啊？咁正常人都唔會咁問噶嘛，咁可能你會諗下點樣問咯，可能你覺得話嗯。係咯，你好似做啲改變都好困難喎，都唔係咁容易喎。你覺得你有冇把握啊？係嘛？咁譬如你即係以呢個態度問，可能又會好啲咯。你明唔明我意思啊？係啦，呢啲好難講啊，但係就係要自己去摸索。如果唔係睇完本書都冇用嘅，因為好多時係要揾嗰個心態同埋態度咯。你有個心態就會決定咗個態度咯。係咁就會決定咗你問嘅方式同埋嗰個問題有冇做到呢個效果咯。D 嗰部分就係佢表示改變，作出改變嘅意圖咯。係啦，咁我都其實都唔細講啦。其實我更加有興趣討論係即係點樣可以，即係呢啲問題個個都睇得到，個個都識讀，係咪？但係問題係點樣去用，同埋點樣用，點樣講出嚟會比較合適啲咯。呢樣嘢值得去研究下同埋諗下咯。係咯，所以我下低都講你，即係你可能你自己，你就算唔即刻試啦，可能你心裏邊可能都試下用你日常語氣去問啲問題，邊啲問題比較啱啲啦。同埋有陣時即係我廣東話係我嘅母語啦，咁廣東話有陣時會令即係嗰啲咧咧啦啦咧，會令到件事情即係點講咧，冇咁認真嘅，輕鬆咗。廣東人成日講咩認真就輸了啊嘛，係咪？係啦，但係你個輕鬆程度又會影響到你句説話，即係令唔令到對方會講出呢啲 change talk 啦，係嘛？咁所以又要留意咯，即係你用幾多咧咧啦啦去，即係有時太認真又唔好，但係你用得太多咧咧啦，太 casual 咧，太過點講，係咪輕佻啦、輕浮咧，又唔好喎，係嘛？呢啲反而先係重點咯，我覺得。下邊又係啲具體嘅技術啦，咁呢個叫做探索決策平衡啊，係啦，即係其實簡單嚟講就係你好嘅又要講下，唔好又要講下啦，係啦，咁就係即係平衡都得，譬如有陣時啲人可能會諗埋一邊啊，係咪？咁你譬如你同佢傾偈嘅時候，可能你就要同佢兩邊都講下啦。係啦，咁我諗同埋係用個時機咯，即係本書嗰度講咧，就係話咧，誒，即係當一個人可能已經有啲原因去作出改變啦，佢自己已經有知道啲原因去作出改變嘅時候咧，你誒就即係唔好話直接就跳去，哦咁你具體要做啲咩？你可能喺嗰個點上邊咧講多啲咯，等佢講多啲關於嗰個改變嘅好壞咯。即係譬如你譬如有個人想講話我已經我覺得應該都要作出改變嘅。咁可能你可能就要問翻佢多啲嘢，即係問佢哦喺邊方面啊？你覺得要多啲啊？或者你覺得係咩改變啊？你要改變幾多先至夠啊？同埋喺幾時做啊？係啦，咁佢如果可能表現到咁可能又可能會想講下，咁如果維持現狀咁樣，又有啲咩好唔好啊？即係令到件事平衡而且深入咯，係啦。點解要咁做咧？就係因為好多時一個人咧會令人卻步係一啲唔清楚嘅嘢咯，係啦，包括一啲決策上面唔清楚嘅嘢，或者情緒上面唔清楚嘅嘢。你講多啲咧，就越嚟越清楚嘅。係咪？如果你一下子跳咗去即刻就去做改變嘅話咧，係咪？好多時係咁樣嘅。譬如有啲人講我想改變，咁你就話，咁我哋就做咩啦？做咩啦？或者你覺得點樣做咩好啊？其實唔係嘅，因為如果佢對嗰啲唔清楚嘅嘢未掌握得好咧，咁佢可能就唔夠信心去繼續行落去。係啦，咁但係如果你喺呢一個關節點上邊探討得深入一啲咧，即係各方面平衡咁樣探討一啲咧，咁佢就清晰啲，而且個信心會大啲咯。係啦，即係我諗呢個技巧個背後嗰個理據原因係咁樣。係啦，好多時嗰啲矛盾咧，因為而家講緊係發掘矛盾啦，矛盾好大好多時都係因為啲唔清晰啦，因為唔清晰嘅嘢最令人恐懼嘅其實
係啦，咁好多時如果即係急住咁樣跳過咗呢個即係了解自己或者了解呢個改變嘅困難啊，或者面對嘅嘢嘅情況之下，其實就有好多唔清楚嘅嘢咯。係啦，咁呢啲會構成一啲感覺嘅，會構成一啲恐懼，咁就會令到之後要作出改變造成啲障礙嘅。咁所以係啦，所以了解深入一啲咧係有好處。係咯，咁我哋講另外一個技術啦，就係呢個極端情景提問，即係你提出一啲極端嘅情景啦，咁就具體係啲咩？就係譬如話，誒，即係佢想像嗰個最壞或者最好嘅情況咯，係啦，簡單啲嚟講係咁樣咯，係啦，咁嗰個佢呢度個例子就係話，譬如如果件事繼續發展落去啦，咁你咩都唔改嘅話，咁你覺得最壞嘅情況係點啊？又或者話你覺得可以咁講，你或者如果你作出啲改變，你覺得即係出嚟個最好嘅情況係點樣？係啦，咁點解會咁樣問咧？就係通常係令到即係通常一個人作出意願好低嘅時候，即係可能係一開始連諗都冇諗，考慮都冇考慮去做出改變嘅時候，咁你去問呢啲咧，就會令到佢會產生一啲矛盾咯，心裏邊係咪？因為佢可能之前冇諗過啲最壞情況嘅，或者最好情況嘅。咁當佢開始諗呢啲嘢嘅時候咧，就會令到佢覺得有啲矛盾咯，係嘛？開始產生一啲感覺咯，係啦。咁係啦，呢個係個技巧咯。係啦，跟住另外呢兩個技術，即係一個係回顧過去，一個係展望將來咯，簡單啲。咁同樣地都係一個人意願好低嘅時候，係啦，可能又唔係好想直接講一啲係咯，啲猜想嘅時候，咁你可能講下過去嘅事情咯，係嘛？譬如你可能講起曾經都有啲唔好嘅事情發生過，咁你係啦，咁當時你做出咗啲咩改變啊？即係佢可能會即係令到佢覺得之前可能都做過啲嘢，係嘛？咁點解而家又唔做一啲嘢咧？係嘛？即係呢啲係又係啲矛盾嘅產生啊嘛，即係佢個人設會唔同咯，係啦。咁同埋你可以話誒係啦，即係譬如你經歷咗呢啲嘢之後，令到你個人個改變有幾大啊？咁即係呢啲又係會令到佢深刻啲去了解，譬如即係呢個痛苦，譬如譬如當完戒毒咁講先啦，即係你長期冇，即係令到佢有啲好唔好嘅嘢啦。咁繼續落去唔掂噶嘛，係咪？咁當你問呢啲問題嘅時候，咁佢就會諗呢啲嘢，咁亦都會令到佢內心產生矛盾。而且你又唔使咁，即係冇咁直接，咁佢又會啟發到佢去諗，佢諗之後又會有感受，有感受就會有矛盾，有矛盾你就可以下一步繼續同佢去係咯，去幫佢咯。都係啦，其實展望將來都係啦，就係啦，咁我都唔使講啦，呢個又係即係你係啦，總之就係佢啟發佢去諗，跟住會講一啲頭先所講嘅 change talk 咯，嗰4種 change talk 咯。通常咧，即係講咁耐咧，通常呢個 MI 咧都唔會做多過通常30至60分鐘到，即係你同一個人傾唔好傾太耐咯，係啦。呢個係個點講好咧？即係佢係個 norm 嚟嘅。一般嗰啲counselor 嗰啲輔導者同嗰啲案主咧，都係傾30到60分鐘到嘅啫，係嘛？即係雖然你可以係咁深入咁討論，但係你即係都唔好太耐啦，因為會攰噶嘛，個人主要係咁樣咯。咁呢樣都要留意。係啦，咁同埋仲有一個就係探索個價值觀咯。咁呢個之前都講過啦，就係尤其喺早期咧比較有用咯，喺個開始傾呢件事嘅時候，係啦，因為到後期嘅時候，即係你應該要對嗰人個價值觀有少少了解，先至即係你唔可以講到好後期先至再講個價值觀。一來發覺到時先發覺即係而家諗嘅嘢或者做嘅嘢同個價值觀有衝突，咁可能你又要重新做過好多嘢，係咪？重新傾過好多嘢，係咪？第二亦都好似唔係咁點講好咧？你對個人好似唔夠有興趣咯，我覺得係嘛？你應該早啲去了解呢樣嘢，咁可能兩個人嘅關係又會好啲，跟住之後講點樣改變咧，又會比較順其自然一啲咯。係啦，我覺得係啦，我覺得應該係咁樣樣嘅。係咯，咁如果冇乜問題，我哋就去講另外一樣，我哋喺 MI 裏邊一定都要喺每一步驟都要做嘅，就係呢個點樣去應付一啲抗拒咯。
咁首先係要減少啦。咁點樣可以減少咧？因為係點解？其實抗拒多一定係唔好嘅，因為首先個關係唔好啦，係咪？二來就係、即係亦都點講好咧？變咗你總之令到佢做唔到嗰個係啦，即係譬如你要做嘅係嗰個發掘矛盾啊嗰啲咁。你如果你去嗰個對話去咗對抗嗰度咧，咁就做唔到嗰樣嘢嘅。係啦，咁點樣去減少佢咧？就係嗰個好似呢個呢張 slide 上面所講啦，我哋係唔可以爭辯嘅，係啦，唔可以有敵意嘅，又唔可以打斷人，又唔可以否定，又唔可以係啦，即係表現到忽略啊，或者個態度唔好，即係語言間係咁樣咯，但係態度上係更加重要嘅。正如當初講話要有個合作嘅嘅精神喺度，係啦，呢啲都係要即 keep 住做嘅，係啦。我都知有陣時有啲困難，如果係即係當下真係唔得嘅話，可能即係休息一下咯，take 個 break，去即係大家飲杯水，不如大家有啲攰啦，不如去飲杯嘢啊，即係咧咁同佢講咯，係嘛？咁樣都係一個好嘅。即係當你調節唔到自己心情嘅時候，可以去咁樣做咯，係啦，因為呢樣嘢好緊要，個態度係可能比你講嘅嘢都更加重要咯，好多時係啦，知己者明啊嘛，都啱嘅，即係你自己覺得個情緒唔喺度嘅時候，你可能就休息一下啦，係啱。咁下低我都唔具體講好多深入嘅，其實大家都知，即係你唔可以扮專家，你唔可以當話我係為你好啊，即係呢啲都係。即係將心比心，你都知道，譬如如果一個人咁對你，你都唔會想同佢深入咁討論啦，係咪先？係咯，咁就係啦，都唔深入講啦。就可能對方去對抗咧，你有另外一個睇法咯。你應該當佢係一個信號咯，係啦，即係佢係你，因為就算你態度好好咧，你有陣時問啲問題咧，會太深入，可能佢都會有啲自我防備嘅。咁只不過佢抗拒你，可能係反映咗你哋嘅關係同埋個信任未到咯，未到嗰個階段咯，係啦。咁但係你有咁嘅認知咧，而你心態係覺得都保持良好咧，咁你就可以用下低嘅技巧咯，去應付呢啲抗拒。係啦，咁有啲咩回應咧？咁其實有啲技巧啦，係啦，但係個前提你要之前嗰啲嘢你要做晒，你態度要好啊，同埋你要係啦，即係啦，你要了解咗佢係個信號啊，你唔好同佢對抗喎嚇。咁技巧咧，一個就係簡單嘅反思。咁例子係咩咧？即係譬如有個你個案主話，咁你係邊個啊？你憑咩俾嘅意見我啊？我經歷過嘅嘢你都未經歷過嘅，你講咩啫？係咪？咁你可以同佢講啦，咁啊。係啦，咁係嘅。其實我覺得你個處境都係幾難嘅，係啦，或者你可以講話，你聽嚟好似好嬲喎，咁係咯，你可唔可以講多啲啊？係咯，即係呢一個係令你去反思翻當下嗰個情緒咯，係啦，即係好似將個話題轉咗一轉咁，都唔使直接去回應佢。另外一個技巧就係叫做擴大反思啦，即係譬如呢度個例子就係話係啦，我其實好照顧好自己嘅，點解我爸媽成日喺度及住我啫？係咪？咁你可能就會即係將件事擴大啦。咁可能你咁講啦，咁你係咪覺得如果冇咗你父母會更加好啲咧？係嘛？咁有啲人可能喺呢時候就會可能為翻佢爸爸媽媽做嘅嘢講説話咯，調翻轉嚟試下。但係亦都好睇你嗰個態度嘅。如果你態度稍為有啲即係諷刺或者敵對或者晦氣咧，咁咪就會嗌交咯。基本上係咪？咁就唔得嘅，係啦。咁但係都唔係咁容易咯。即係你個關係要係啦，要夠好咯，係啦，先可以做到呢啲嘢咯。我覺得係咯，即係我覺得你即係要同到好熟個人個脾氣先好用啦。呢啲技術我都唔敢隨便用，尤其係啦，即係尤其關係唔到或者唔係好熟嘅人更加唔好用咯。我覺得係啦。咁之後都有啲技巧咯。其實好籠統咁講，其實以上4點都係轉移焦點咯。係咪？一個係可能留意對方抗拒嘅時候，你講翻嗰個情緒係咪？另外一個咧就係講緊即係你個情緒，你講嗰啲嘢係啱嘅，可能你父母都係有唔啱，但係同時間你可能又講下，但係同時間你可能亦都想會緩和你父母嘅關係喎，係嘛？咁我哋應該要點做咧？即係即係呢個第三點啦，即係講緊兩邊都要講下咁樣，但係其實個重點都係轉移嗰個焦點咯。
係啦。另外一個就係轉移到可能喺個步驟裏邊咯，即係譬如因為頭先講嘅例子，一個係轉移到佢個情緒，一個係轉移到兩邊平衡嘅論點。而家另外一個技巧就轉移到可能喺個步驟上邊咯，即係佢話可能我對你都唔係好了解，但係咧我哋可能暫時唔好講呢樣嘢住啦。你講啲嘢可能都啱嘅，但係我哋點樣可以喺呢個階段譬如幫你去諗多啲咧？即係如果佢喺第二個階段，佢喺思考期嗰度，明唔明我意思啊？即係你將嗰個視線轉移咗去唔同嘅嘢上邊咯，係啦。咁不論佢係喺佢自己情緒又好，咁佢講多自己情緒都係好嘅，或者轉移到佢去兩個平衡嘅觀點啦，咁令佢思考多啲又係好嘅，或者你轉移到去個步驟嗰度咧，咁亦都係好嘅。咁即係佢比較知道自己係喺嗰個改變嘅步驟裏邊，咁就會令到佢去即係唔會喺維持住對抗嗰個情緒裏邊咯嚇。另外一個技術就係去叫重新解讀啦，英文叫 reframing 啊，即係將一件事演繹到變成另一個積極啲嘅睇法咯。咁個例子都好就係咁啦，即係例子即係譬如你嗰個人可能係咁嘗試好多次都失敗嘅，係嘛？咁你可能咁佢可能好泄氣啦。咁你講咁其實都係一個即係不斷嘗試嘅堅持咯，係咪？呢樣都好難得咯。咁事實上都係嘅，我覺得係咪？咁同埋你累積咗啲經驗，對將來都有幫助咯，係嘛？誒、即係啦，即係譬如佢對抗你，可能係消極對抗，佢覺得我做咩都唔好噶啦，即係我做咗咁多年啦都唔得啦，你覺得咁樣而家會得咩？係咪？即係呢啲係一種對抗嚟㗎嘛，係咪？係啦，咁你可以用呢個叫做 reframing 或者重新解讀佢呢個理據咯。咁但係佢要提供一個理據俾你先，咁你先至可以做呢個重新解讀咯。不過我有陣時係咁樣諗嘅，即係你可以重新解讀，但係咧唔係話一味正面就好嘅。有陣時一個人即係接受咗自己唔好嘅嘢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即係會令人釋懷嘅咯。咁所以我覺得又係要睇情況咯，呢一樣嘢係啦。如果可以接受咗啲自己唔好嘅嘢，都係一件未必一件係壞事咯。咁所以係啦，即係好驚話即係盲目咁樣去正面咧，其實都唔係咁好，我覺得。係咯，跟住呢個係有轉折式嘅贊同，即係你譬如佢提出抗拒你嘅時候，你認同佢，但係同時間亦都附加一啲額外你想引導佢嘅方向嘅嘢咯，係啦，即係譬如呢個例子就係咁講，佢話哇你唔可以咁話我點教個仔嘅喎，你又唔喺我屋企，咁你點知我屋企點樣樣嘅啫，係咪？咁你就可以同佢講啦，咁事實上的確係嘅，你應該係最清楚你屋企個情況嘅。係啦，咁乜嘢啱，乜嘢唔啱，其實我冇權，亦都唔應該去話俾你聽點樣做最好嘅，係咯，係咯。但係呢個過程裏邊，我哋係啦，一定要一齊去合作咁去揾出個好嘅方法咯，係嘛？咁啊呢個過程裏邊，即係講完呢個説話，即係你又同意咗佢，但係亦都重新堅持咗，大家可以一齊去 work on 呢樣嘢咯，即係等佢唔好完全即係將你排除在外啊嘛，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因為佢當初話你乜都唔知，唔應該話俾我聽，咁可能已經將你排除在外，係咪？咁就係啦，即係你同意佢之餘，加入一啲可以令到大家繼續保持住合作嘅一啲嘢啦，係啦。咁下邊啲例子都我又唔細舉啦，因為其實即係總之係一理通萬理明啦，係啦。總之就係啦，同意之餘你加入一啲重新你覺得大家可以合作嘅前提啦。所以之後7、8呢兩個技巧咧，我亦都唔講，因為我覺得係同一般人屋企係好難用嘅。如果你真係好有興趣，我哋之後 Q&A 先再講。咁跟住就第四樣嘢，又係 MI 一定要經常做嘅，就係要令到個人有自信咯。咁係啦，咁但係點樣做咧？有兩個主要嘅做法嘅，一個係有方向性，即係你主導嘅；另一個咧係冇方向性，即係俾嗰個人自己去發揮嘅。係啦，總之，譬如嗰件事好危險，或者會有啲構成唔好嘅事情咧，咁你可能主導多啲嗰個件事就比較合理啲嘅，係啦，咁啊會調翻轉頭講，咁啊譬如件事比較即係唔係咁迫切，又冇乜危險，咁等佢自己發揮，咁啊會比較好啲，因為你畢竟係想激發佢自己嘅動力啊嘛。OK，咁係咯，咁點樣去令到佢會有多啲信心咧？佢呢度佢有啲例子咯，其實我呢度都唔係好理解，可能大家睇到有啲咩
覺得合理嘅，可能我可以話翻俾我聽咯。係咯，其實之前佢嗰個講法就係、即係問佢一啲問題，等佢 explore 一下自己嘅睇法咯。但係我唔係好明白點樣咁樣會令到佢有信心咯。係啦，係啦，可能我睇得唔夠深入啦。咁咧，即係嗰 part 我都跳過咗。係啦，咁之後就係呢個第一個技巧就叫做反思改變言談啊。佢呢本書嗰度講叫做係reflective change talk 咯。係啦，即係change talk，即係頭先講過啦，即係其實係你想幫嗰個人，佢會講幾樣嘢去表示佢想改變，係咪？記唔記得嗰四樣係咩啊？第一個係嗰個即係現狀唔好，第二個係改變好好，第三個係有信心，第四個即係對改變有信心，第四個係嗰個叫做表示自己想改變個意向啊嘛，係咪？咁咧呢一部分咧做嘅所有嘢咧，都係當對方講呢幾樣嘢嘅時候咧，你有啲咩可以講，去令到佢更加有信心去處理呢啲改變咯。你明唔明講咩啊？係回應對方講呢四樣嘢嘅時候要做嘅嘢嚟嘅。咁不如 Q&A 咧，直接其實呢部分其實即係後邊係講緊點樣令個人加強信心咯。咁嗯有時間可能之後先再講，因為我諗前面可能唔知係咪仲會唔會積壓咗啲問題咧？你想我嗯，繼續講埋落去，還是係啦解答下問題咧？不如試下解答問題啊，睇下係咯，係啦，聽眾真係唔好或者意思，參加者聽完咁耐有啲咩嘅回應啊？係咯。嗰個 chat 嗰度係咪啊 refer 你去睇一睇，有人問你話呢個方法對於憂鬱症嘅病人有冇用？哦，係喎，我睇到啊，唔好意思，啱啱多謝我都係提醒 check 我。緊啊，係咯。係啊，佢咧我都睇過佢嗰啲，應該話佢係幫助到即係佢現有嘅療程嘅，絕對係，即係嗰啲 study 都係啲統計嘅研究嚟嘅，即係用呢個用 motivation interview 咧，會令到個人更加即係更加激勵到佢去參與嗰個治療咯。係啦，嗯咁佢自己本身會唔會對抑鬱症有幫助咧？可能即係要睇你有冇具體嘢想改變咯。係啦，嗯但係你話抑鬱症可唔可以通過呢個MI 去醫療咧？我就冇睇到相關嘅資料嚟嘅，但係有研究指出係會幫助到佢現有嘅療程咯。係啦，咁都好合理，因為譬如你個人更加有動力去改變，係咪？咁自然就會更加積極咁去配合個療程咯。係啦，咁所以係有幫助咯，只可以咁講。即係你講得好啱咯。MI 其實佢有兩個好大嘅假設啦，就係每個人都有能力同埋想作出正面嘅改變咯。係啦，佢有呢個最大嘅前提。咁呢樣嘢係咪真咧？咁我諗大部分人都係啱嘅，同埋即係或多或少咯，都係想向好嘅，係咪？點會想自己唔好咧？係咪？我覺得係都啱嘅，我都所以都係啦，即係你可以幫佢多啲，不過等佢容易啲咯。雖然都係即係自己一個冇咁易嘅，其實多個人一齊做容易啲嘅，真係嘅，有個人一齊陪住做，係咪？即係有個人在乎你做嘅事，你都做得落力啲啦。不論煮餐飯都好啦，係咪？咁啊，同埋更何況呢啲重大嘅人生改變咧，係咪？有人陪住，同埋識得點樣陪住你係有分別嘅。我深信係咁樣樣咯。你講得冇錯啊，啱。係嘛？多謝你啊，多謝你，多謝你咁講。頭先講啦，就係大家都好認可嘅，就係話，可能語氣啦，同埋態度咧，都係好重要。嗯但係為乜嘢就係話，我哋睇到嘅呢本書俾我哋嘅例子，可能都係唔實用嘅咧？點解都係咁樣咧？咁我自己諗諗下，可唔可以係咁理解啦？因為我哋係中國人啊嘛，係東方人啊嘛，所以咧可能就係聽佢哋西人講嘅，sounds like 或者係 look like，可能唔係幾啱聽。你聽起來很生氣，你聽起來看上去如何如何。那我的意思呢，就是說，如果我們把這個立場改變一下，就我們不要說你聽起來，你看上去，咱們不要這麼講。那我們可不可以這麼說？哎，我們之前的這個想法，咱們之前經歷的那些事兒，就是給我們帶來極大的痛苦。如果我們這樣說的話，會不會更好？
我把覺得要看，立場嗯，將個立你場係轉過嚟嘅。我覺得都可以。其實要睇你同你要講嘢嗰個人嗰個日常對話係點樣咯，係啦，啊，係嘛？其實即係唔係話，嗯係因為你同每個人講嘢個態度都唔同噶嘛，意思咧就係咯，係話唔係咁固定嘅，唔係，不是有一個句式，不是有固定句式的，但是我們有固定的這個宗旨，就是談話的宗旨和目的啊。冇錯。好，我會咁樣諗嘅。其實你90%都係要維持住同之前大約嘅態度，你都唔可以一下子180度改變嘅。但係你可以多少少咯。咁今次講完呢啲嘢，可能只係俾多少少可以問嘅問題，同埋少少唔同嘅可能改變嘅態度嘅方向俾你咯。咁你可能都係改10%或者20%，慢慢改咯。係咯，咁係啦，同埋更加重要係呢樣嘢，可能影響咗你同嗰個人其實長遠嗰個關係。因為譬如作為一個母親嘅角色，每個人心裏邊可能有個諗法係咪？但係你開始傾呢啲嘢嘅時候，其實你個角色會多咗，即係你做多咗唔同嘅嘢。咁你可能都要自己諗下，你對於嗰個人，你扮演嘅角色係咪要有啲改變咯？呢個係個背後嗰個心法咯，我覺得其實最重要。咁當你做嗰樣嘢嘅時候，咁你態度自然就會跟隨而改變。所以你可能思下自己嘅角色比較重要啲咯。我個人認為係咁樣樣咯，係咯，係啊，唔知有冇答到你問題，係咯，係啊。但係呢啲唔會一下子嘅，一定係慢慢嘅，係咪？一下子大家都會覺得好奇怪咁，係咪？係咯，我覺得係咁。OK，好嗱，我哋今日時間就唔好意思啊，真係超咗時啦，咁要喺呢度係，結束啦。咁嗯，就首先好多謝阿 Ralph 啦，準備咗好係，豐富嘅資料。咁但係我都明係，白嘅，一次過講咗咧，好難完全將一套嘅技巧咧，可以完全即係講晒嘅。咁同埋正嗯，如阿 Ralph 今日所分享嘅當中，成日都強調咗好多次咧，就係我哋需要去練習嘅，去試嘅。咁或者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我估今日係一個入門啦，俾大家知道哦，原來嗯，係有呢一樣嘢，有呢一種方法。相對於我哋平日同我哋身邊嘅人嘅溝通，或者點樣想幫佢做改變咧，俾我哋多啲嘅啟發啦。咁但係如果大家對於呢一個方法有興趣嘅時候咧，可以自己再去深入了解下啦。譬如可能去圖書館借呢一方面嘅書嚟睇下啦，或者有機會你喺 Parfait 見到阿 Ralph 可以再同佢深入又再傾下。好，唔該晒 Ralph。係，唔好咁講，多謝多謝。同埋我可唔可以留我 email 俾大家？如果有咩問題都可以問我咯，咁都係啊，可以。好啊，你喺個 chat room 嗰個留低個 email 啊。好啊，同埋呢個 PowerPoint 會唔會 share 俾大家？我 PowerPoint 最後會嘅。嗰度都有我 email 嘅，會嘅，係咯，會嘅，會 share 俾係咯，大家嘅嚇。好，咁啊 OK，咁有咩隨時歡迎大家問我嚇，多謝好，大家，唔該晒 Ralph，謝謝嗯 Ralph。，thank you，thank OK，you，謝謝謝 謝，Ralph。大家好，我叫 Vivian 啊。那個今天來講座的老師是 Raphael，那他今天帶來的這個主題是動機訪問。好，我嗯們歡迎 Raphael 老師啊。Raphael 老師是我們這個機構的義工，他本身是行為治療師，他的主要工作呀是協調自閉症的孩子和有一些行為障礙的孩子，幫助他們如何提高他們日常的行為。和讓他們有個正面的發展和發育的。那麼剛才老師說，他本身是行為治療師，但是他目前他非常想做回輔導方面的工作，所以在這方面的內容他也是需要重新學習的。這些重新學習的內容包括 MI 訪談。那麼這個他認為這個訪談的技術，他非常希望推廣到普通的人家，希望幫助到普通人家。他認為哈，老師今天非常謙虛。他說，今天他其實不認為是一個講座，他認為是一個讀書分享會。Raphael 說，今天分享的內容主要是有引言的部分，和他可能會重點介紹一下這本書的作者的背景，以及什麼是動機訪談呢？它的概念是什麼呢？他可能更加着重於第5到第8點，然後和一些互動和問答的環節，隨時可以提問。Raphael 認為這本書是非常有用的，所以他非常希望把這本書放在今天我們共同討論。可是呢，他認為有很多細節是有出入的，意思就是說，當然他這本書的立場是從諮詢師與來訪的角度，諮詢師對來訪的角度
来写的这本书。他认为可能日常生活中不是特别的通用，因此在我们读这本书和讨论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可以多些思考和互通一下我们各自的看法。那么 Raphael 认为呢，说比较重视提问，在提问的基础上互相讨论，就互相提问的基础上我们共同讨论。所以在我们讨论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就是合适我们各自用的一些技术，可以用在我们重视的人和爱的人身上。Raphael 说，今天的讲座呢，有很大一部分是 AI 翻译，是请 AI 翻译的，所以呢，也许中间有一些不太适当之处，请大家包涵。但是我刚刚看了一个那个演讲，看了好多，看了大半啊，2/3以上了，翻译的非常好。那个 Raphael 他把那个 AI 使用的非常好，没有什么问题。那么这本书呢是2002年出版的，作者是2位共同写这本书，一个叫 William，一个叫 Steven，他们都是 AI 技术的原创。一位呢是美国的心理学家，他的主要工作是戒除毒瘾和各种成瘾性的疾病。可以这么说哈，另一位是英国的心理学家，他的主要工作是做推广和培训的。因此，Stevenson 不，这个 Raphael 认为这2位作者的背景是非常互补的。从技术角度来说，他们这个技术本来是做一些成瘾性治疗的，但是现在呢，他们发现，哎，还可以用在教培上面，用在社工上面，所以这个技术已经得到了广泛的、普遍的运用。在这本书的书名上呢，Raphael 认为他其实翻译的不是特别好，他只是说，去探索原动力，就是做事情的原动力是什么。以来访者为中心，就是以案主为中心去探索和解决他们的内心矛盾和增加他们的原动力。听起来似乎很复杂，但是简单来说，动机也就是说他的认知的重要性和他有没有信心去解决他目前的问题，这是动机。然后所谓的矛盾就是说，听上去有点不一致，在别人看来有点不一致，可是从行为的角度来说，他没有这么觉得。然后这个技术呢，它其实是一种对话的形式。比如说这个问题，你睡前用手机，有什么感觉？或者是说睡前用手机，你会满足到什么样的需要呢？像这样的语言哈，听上去不是那么的自然，就是跟你的语言语气，这样的语言语气跟你的身份和你的关系有可能是不符合的。因此 Raphael 说，你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语气，就是符合你们之间的关系以及你的身份的语气，才能够很好的运用这门技术。在 MI 里，也就是这个技术里面，就是这个动机访谈的技术里面，它的主要的关键点是激励人。找到这个激励人的方式，可能你需要忘记之前你们之间的相处模式和加入一些新的元素进去，才能够主要关键就是你要找到一个心态，这个可能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助你。然后，找到一个心态，相互配合才使用这个技巧。他需要提醒一下大家哈，就是当你知道这个技术了以后呢，如果你以后有机会去接受心理咨询师的辅导，可能在这个接受辅导的过程中会有一点儿难度。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如同看魔术一样，当你不知道这个魔术的时候，你看的还挺过瘾的，但是你知道这个魔术的动机以后，这个魔术也许骗不了你。这个技术，落实到这个技术也一样。反过来说，还有一点呢，就是他认为这个技术有点儿操控人的感觉，所以你要运用得当。那么首先我们先要知道一些概念，作为引导者，如果我们就必须先把这个概念给搞清楚。通常呢，我们会轻视改变人的困难，总是想改变一个人，但是效果总是不好，甚至是没有效果，因为我们总是停留在说教上面、发脾气上面，结果我们根本就不能够对对方做任何的改变，做不到。
那么，如果我们需要让我们说服人的技术有所改进的话，那么我们自己的观点就要有所改变，就好像打麻将一样。那么你打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可能要关心一下你的上家怎样，然后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从我们看问题的视角和方式上面做一些改变，才有可能在这个技术上有所突破，就是对别人的说服，或者是对别人的劝告上面会有所突破啊。那么在这本书里面，他说一个非常重要的立场，就是人基本上是不能改变的，你不能改变不想改变的人。呃他说了很多，这本书里面举了很多例子来说明改变基本上不会发生。因此，我们的这个态度应该从如何去改变一个人这个角度，如何去改变一个人，变成如何帮助一个人改变，要转成这个态度来，从这个立场要转过来。书里举了很多例子来说明人其实是不理性的，人也是难以琢磨的。有时候这个人他遇到了很大的挫折，他也不会对自己做任何改变。有时候这个人他什么也没有碰到，非常顺利的时候，他却在不知不觉的当中做了很多的改变。还有时候，不同的人给不同的人进行相同的治疗，其结果也是大相径庭。因此，整个改变的过程中是极其不受控的。改变是有阶段的，在这个 slides 里面，那个 Raphael 他列出了5个阶段，这改变的阶段里面，它分有5个阶段哈。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前思虑期，就是他不考虑会不会改变。第二个阶段呢是沉思期，第三个就是他认真的评估自己了。第三个阶段呢是准备期，就是计划与承诺，他自己想啊。第4个阶段是行为的改变期，第5个阶段是维持它的改变，就5个阶段人的改变。那个 Raphael 他说，他想请问大家哈，你们认为在这5个阶段里面，哪一个阶段最需要需要他人的帮助呢？就1、2、3、4、5，思虑期、沉思期、准备期、改变期和维持改变期，你们认为哪一个阶段更加需要别人的帮助呢？可以现在提问啊。他个人认为第一、第二个阶段也许更需要帮助，并且他在今天的讲座里面会重点的讲第一、第二个阶段，也就是说把技术放在第一、第二个阶段里。有没有要提问的？然后 Raphael 他说，这个改变它其实是一种螺旋上升的阶段。有时候这个人他想改变，今天想改变，他明天就不想了。他今天做出了改变，可是明天他又不改变了。因此，这种矛盾会前前后后不断的出现。嗯，也就是说，他他只需要帮助的时候，就如何去有效的、顺利的陪伴对方走过这样5个阶段呢？这是需要考虑的，就是帮助对方去度过这5个阶段，就来来回回的矛盾期，就很重要的也要陪伴他度过这个5个阶段。那么现在我们更多的是关注这个矛盾心理，就是如何利用这种矛盾心理去促使对方发生改变。也就是说，当一个人他的内心和他做出的抉择里面的过程中，他的行为和想法都会时常发生矛盾。这个矛盾其实是你帮助他的好时机，因此呢，你更需要关注如何捕捉到这样的矛盾点、矛盾的时点。就是说在任何阶段它都可能发生矛盾，就是他有时候想变，他有时候不想变。那么，具体发生在比如说，一些同时很吸引的2个点上，比如说这个工作，这个也好，那个也好，那怎么办呢？或者是2个不好的，决策里面，这个也不想要，那个不想要，那怎么办呢？因此，像这种有时候就各有优缺点，他怎么去选择？但其实啊，这些矛盾点，它矛盾的内容并不重要，但是关键是我们作为引导者，如何了解到这个矛盾点已经出现了。这个是一个这门技术的入门的步骤，我们需要重点的理解它。重点是本身的价值观在哪里？有时候不会选择，通常，
首先要知道他的价值观，他自身的价值观是如何。知道了自身的价值观，他的观念是怎样的，才知道选择的方向是什么。因此，最关键的是要了解价值观，也就是说，在这个矛盾点发生的时候，最关键的时候是要截取他的价值观。作为引导者，我们的心态首先要放平。那么，从 AI 的，就是要符合 MI 的精神，也就是说，MI 里面它提倡合作，但是不对抗；引导，但是不说教，然后自觉，但是不要有更多的权威在里面。但这个时候呢，可能与这种精神可能与生活的内容就不太相符合，我们各自的生活不太相符合。因为比如说我们的小朋友，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小朋友怎么可能不教育呢？那么，对于他们的时候，我们怎么可能没有权威呢？那么有权威有教育，就必定会产生对抗。但是我们更重要关注的是，我们更重要理解的是，MI 的它的出发点就是这个，我们尽量去接近它的出发点。它的出发点是比较接近理想状态的，不是特别符合我们生活的实际情况。因此，希望各位啊，在运用这个技术的时候，都各自找到各自有用的东西，就不要把它照搬，就不理解的情况下照搬，就理解它了以后才能够更好的，当然是希望理解以后更好的运用它。再强调一遍啊，就合作不对抗，引导不说教，还有一个就是不要滥用权威。嗯，嗯这是 MI 的精神。怎么去运用这个技术呢？有4个行为。第一个行为，老师讲的第一个行为是表达同理心。这个同理心的表达，有不同的民族或者不同的家庭背景，它都有不同的表达。但是我们重点是，不管你怎么不同，重点是都要让对方看到你有同理心的表达。第二步呢，就是发掘矛盾。当然，这里写的是发展差距，可能是因为 AI 的翻译啊，认为不太准确。准确的意义，它的中心思想是发掘矛盾。也就是说，MI 技术里面它并不提倡说，仅仅用反思倾向来随意附和，它不提倡。它的更多的提倡是怎样去发掘它的矛盾在哪里，把矛盾找出来。也就是说，这个 MI 技术这5个阶段里面，每一个阶段都要做的是，表达同理心，发掘矛盾。每一个阶段同理心不能少，然后矛盾不可以少。第3步呢，就是顺应对抗，也就是说，它准确的说，中心思想是如何处理对抗。也就是每一个阶段里面要同理心要有，然后矛盾要有，发掘矛盾要有。第3是处理对抗也要有。当然这往后Raphael 会更加详细的讲这个每一步哈，现在先把这个大概给理清。然后第4步是自我效能。其实他这一步的中心思想是建立信心、建立自信，让他感觉有希望、有信心。他认为这其实是一种辅导风格。那么既然是辅导风格呢，MI 也许也是一种它是一种辅导风格，但是这个辅导风格呢，它必须基于你的基本技术，也就是说你的基本体系里面，你要有你的基本体系。这个基本体系并不是说咨询的基本体系，而是你自己的基本体系，你自己的待人处事的风格，是吧？待人处事的风格这种基本体系里面，因此你在这个技术里面拿到你有用的东西，你把你有用的东西捡出来，融合到你个人的体系里面去，这才叫有用。没错。同理心这方面呢，他就跳过了，因为这是个基本技能。如果大家有兴趣呢，我们以后讨论，或者是我们线下再各自学习。我们现在关注后面的3个技术。第2个技术就是发掘矛盾，就是第2个步骤啊。我们发掘矛盾，如何去发掘呢？就是方式是我们做一些改变。谈话就是想办法让他做一些改变谈话。那么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发掘矛盾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做到第一个，
希望这个目的之一就是希望他能认识或者认识到我们保持现状，它的缺点是啥？他要认识到这个缺点，那我们这个发掘矛盾就成功了第一步。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他要认识到，哎，改变有啥优点，他要自己想到这个，那么这是我们的目的第二步。第三个就是说对改变的乐观态度是啥？他要有信心，要有希望，他感觉自己有信心、有希望。然后第四个呢，就是他有改变的这个意图。这四点是我们发掘矛盾的目的。我们跟他谈话，然后发掘矛盾，目的就是这四个，达到这四个，就说明我们发掘矛盾成功。如何去发掘矛盾呢？方式是什么呢？怎么谈呢？尽量的问开放性问题，而不要问一些封闭性问题。如果他只能回答 yes 或 no，这种问题呢是封闭性的，不要问，要问那些开放性的，让他谈，让他自己说，这种问题。然后呢，就是尽量引导一些，就是让他自己说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他有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重要性，让他自己说。就是我们之前不是说嘛，要问他一些啊，你认为这个玩手机对你有没有重要，像这样的问题啊，就让他其实就是要把这个意义把它拎出来，就让他自己说他觉不觉得重要。他觉得这事儿对他是不是重要，让他自己感觉。这个问题上面就如何提问，上面就如何与他进入这种交流的这种开头上面，各位有什么想法和疑问吗？现在可以提。就是你认为我们大家都可以讨论，就你认为这个问题该怎么提比较好，该怎么问比较好呢？多提一些引导性的提问，就是这个引导性的提问啊，目的是要让他认识到维持现状，他维持现状的缺点是什么，就让他明白让他去思考他维持现状的缺点是什么。比如说，哎，你这个情况哈，你担心啥呀？你有没有担心的？你有没有觉得你需要做点啥？对现在这个事儿，你有没有觉得需要做点啥啊？在某一方面你遇到啥困难或者是麻烦没有？就让他去思考他的现状，思考他的现状，就这是有利于他自己发生改变的一个开头儿。然后，这个3.B 里面就是，嗯，希望对方想到，如果改变现状的话，会有什么优点呢？就前面我们不是说吗？如果维持现状是什么缺点，是吧？那现在就是改变现状的话，会有什么优点呢？是让他自己畅想一下。也就是说，不管怎么问啊，你看下面有很多个例句，你希望这事儿有什么不同呀？改变会有什么好处呀？你希望5年后的生活啥样啊？像这样一些提问啊，目的它的核心都是为了让对方去思考，如果改变了以后，它会有什么好处。那么重点来了啊，就是有时候吧，就我们生活中间，也许你把这个事情照搬到我们的生活中间，你会觉得很不自然，然后说不出口，因为你们的关系在那儿呢。因此，你要自己想一些符合你们的关系、符合你的身份的一些想法儿和一些提问。但是提问，不管你怎么问，万变不离其宗，都是你在这个问题里面要让对方去思考改变后的好处是啥，让他畅想。那刚才那个 Ralph 说这个 RC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有时候这个嗯呃，就这个讲座里面讲义里面会有注解 RC。RC 的意思是 Ralph 他自己对这本书和对这个观点他自己的理解是在这儿。比如说 RC 探索实际或潜在的优点，那么这就是他对于认识和改变的优点这个议题他自己的理解。然后接下来啊，就是要去寻找一种信心和希望，也就是要表达乐观的观点。那么这个地方呢，又回到老问题了，就是你如何自然的、符合你的关系的、符合你的身份的去表达表达乐观的观点，去寻找自信和希望呢？那这个是需要各自的功课，是需要各位自己做的功课。你要把握自己的心态，
然后呢，在好的心态上面呢，好的心态才决定了你提问题的方式是否是合时宜的。要不我们要找一个合时宜的提问的方式，才能把这个事儿做好。然后接下来的呢，就是如何去表达这种改变的意图。那么以下的例句呢，Ralph 他也认为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如何用你自己的语言去表达改变的，去促使对方改变，表达改变的意图。就是他说了，那个 Ralph 他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他是一个广东人，广东粤语人，那么他如何去用粤语去表达呢？这也是有技巧的，不能太认真，也不能太不认真。同样，对于国语来说，也是存在这样的问题：如何合时宜的和我们的身份和关系的，然后又不是这个态度又恰到好处的去表达这种引导的问题，是我们每个人要自己做的功课。好，那么下一步呢，就是探索决策与平衡。其实简单的来说，Ralph 他也说了，也就是说你要说找到一个平衡点，你好的也得说一会儿，你不好的你也得说一点儿，就两边你都得说到，你不能够只倾向于一边啊，就显得不太客观，也不太公正，是吧？所以呢，就好的不好的都要说一说，中间找到平衡点。是关于一个改变的时机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对方他说啊，我是时候需要改变了，也就是说他自己意识到要改变了，对不对？好，这个时候我们以前没有掌握这门技术的时候，就会顺着这个话题跟他讲啊，你应该怎么改变啊？啥时候改变啊？改多少啊？定个计划，是吧？那其实这是不对的，在这个地方就是说，我们要回过头来给他多想想改变的好处和不改变、维持现状的不好，都要说一说，都要说一说。那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很多人，包括我们自己，包括我啊，就是在做决策的时候，在说一件事情的时候，他需要做改变的时候，他其实不是特别清楚他自己的，他对于他自己的动机，他不是特别清楚的。就于决策他并不是特别清楚，那情绪他也不是特别清楚。那么这个时候他需要多说，说多了他才明白，他就真理越辩越明啊。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得让他说，说了以后他才可能有更多的信心，然后信心才会变大，然后你要跟他深入讨论这个问题，他的信心才会变大，他才会巩固他要改变的那个决心。在他的决心，这个事情反过来讲啊，当他的决心没有改变的时候，他的反复就会更多。那当他的决心稳定了、巩固了以后呢，他也许反复的没有那么大。因此，也就是说，需要在他表现出这个想改变的时候，咱们得多去跟他讨论讨论改变和不改变这个平衡在哪儿。也就是说，当矛盾出现的时候呢，我们会有很多时候就是不清楚这个矛盾点，然后会产生一些恐惧，而这种恐惧其实是对于日后改变，造成一种困难，会让他觉得，这是一种改变的障碍，就是恐惧是一种改变的障碍。当我们多去讨论这种，呃，两头儿的时候，就是找这种平衡的时候，多去讨论的时候，会减少这样的障碍。因此，这个 Raphael 他也是极力主张啊，就在他的矛盾点出来的时候，要多去讨论，更多的精力放在讨论上面，别急着让他促进他去做这个事儿。再一个呢，就是对于矛盾的引出矛盾，如何引出，就是设立一些极端情景的提问，比如说啊，你要是不改变的话，那么它的最坏情况是怎样？那么如果改变的话，那么它的最好情况是怎样？那么很多时候哈，就是对方他是想不到这些的。当他想到，当他想不到这些，他也就没有矛盾嘛。他想到了，那矛盾点就会出来了。所以激发他的矛盾点的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对于这种最坏情况和最好情况都讨论讨论。那么，如果对方的这种意愿非常低的情况啊，讲的是另一种情景，就是如果对方改变意愿很低的情况，那么，有一个技术就是，
Ralph 他喜欢的这个他说的这个技术啊，就是你都跟他聊过去的事儿，就不好的事儿，然后呢，就是说当时你发生这事儿，你干了什么？你试图做了改变，然后这个改变，然后为啥后来又不做了？像这样的事儿，就是不太好的事儿，你经历了那么多的痛苦，那么长期的痛苦，那么改变有多大呢？这样激励他去思考这种东西的时候，他会产生矛盾，因为他陷入痛苦中啊。产生矛盾，他有了不好的感受，他产生了不好的感受，这个不好的感受就是矛盾点。一般来讲，我们就跟他说30到60分钟哈，这是个规范，就是时间长了谁都受不了啊。那么讲到价值观的时候，可能这一点对对方价值观的了解，可能一开始就要做好，不然的话，你可能会显得对他没有那么兴趣，没有那么多的兴趣。因为当你对他的价值观不了解的时候，会显得你对他没有多大的兴趣。然后，如果你了解他的价值观的时候，对后续的很多的谈话交流的内容都会显得顺理成章和理所当然。那么现在我们进入如何应对抗拒的这个环节。那么如何减少对抗呢？对抗这个事情在谈话过程中是不要有的啊，就是肯定这个是不好的，因为这会让你们俩的关系会进入不好的状态，并且在以后的谈话中间你也发觉不了矛盾了，找不到矛盾点了，关系很重要，对抗就会让关系不好。那么如何减少这个对抗呢？如何去减少呢？第一，不争辩，不要有敌意，不要吵架，不要对他有否定态度，不要忽略他，这个是在语言上的技巧，态度更为重要，就是一定要有合作精神。这个合作精神从头贯穿到尾，一直要保持。然后当然，很多时候会觉得做这样的事情似乎有点儿困难，因为当对方有可能不太好的时候，你会觉得有所困难。当你觉得自己处于这种合作精神，不争不吵、不敌意、不否定和不忽略的时候，你会有困难的时候怎么办？喝水，自己去喝水，暂停，然后休息休息，然后自我调节，就是千万不要扮演专家，不要好为人师哈，不要批评，也不要去给人家贴标签呐、啥的，也真的不要吵，就尊重嘛，是吧？当你跟他的关系，当他出现抗拒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信号，也不是说这个抗拒就不是好事儿，他给你一个提醒，就是说，有时候你的态度已经很好了，可是呢，对方还是陷入一种自我防备的这种状态里面，这个意思就是说他对你的信任还没有到那个阶段。那你要有这种自我的察觉就很好了，就察觉到这种就保持。那么如何应对这样的情景呢？OK，当你遇到这样的强大对抗的时候，比如说他会反过来指责你，哎，你谁呀？啊，你凭什么说我呀？我经历过啥？你怎么知道呀？像这样哈，这样对抗的时候，那我们该怎么做呢？先保持你自己的这个心态，不要崩。其次呢，你就要跟他去反思，去把他的情绪，把对方的情绪表达出来。比如说啊，我看到你很生气，很生气，你现在很生气，你能不能多说一说，就把他的情绪给表达出来，告诉他他现在是什么情绪。然后呢，或者是啊，是的，我体会到你过去的处境也许不是很好啊，那你能不能多说一说？就用这种方式哈，达到对抗这种矛盾对抗的这种表面上的对抗，把它缓和下来。还有第二个方式呢，就是把这个反思扩大，就是把它扩大。比如他如果说哈啊，我爸爸妈妈怎么不好，整天看着我啊，那抱怨父母了，是不是？好，这个时候你如何扩大他呢？扩大他的反思呢？你就那没有父母是不是更好呢？就问他，没有父母会不会更好？当然，当然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自己自身的态度和自身的语气。
就也肯定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如果你这个态度稍有不好，可能他就会认为你在讽刺他。所以肯定是不那么容易的。但是我们也不是说不能做这个事儿，肯定能做。要细心点。下来呢，就可以给他转移他的焦点，就是前面不是说嘛，转移他的情绪，转移他的然后现在呢，我们还可以就是多一些讨论这种平衡点，就是两边都平衡平衡，多讨论讨论。关键是目的是就是把他的这个对抗这个东西把它给转移出来，转移出来，不要陷在那个对抗里面，把它转移出来。有时候最好是转移到改变的那个步骤里面去。那就是总之就是不对抗。那么接下来呢，一个技巧呢，就是对他的消极的、负面的情绪，做重新的解读，其实就是挑好的讲。我理解啊，就是理解就是呃意思就 rough 的意思，挑好的讲。比如说他如果说，哎呀，我努力了很多年，其实都是失败的。他比如说他给了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怎么重新解读呢？啊，那你看啊，你努力了那么多年，其实其实都给自己提供了一些比较好的累积了很多经验。那么这些东西呢，都是对未来有非常良好帮助的，都是你坚持不懈的表现堆叠起来的。这是一个你经过一些非常好的尝试。这种是这种是积极的解读，就是把它消极的东西给转移出去，就他的对抗的东西给转移出去，就他对抗他的东西，不是对抗你，他对抗他自己，把这种对抗给转移出去，变成好的解读，给转回来。不是说任何事情非得正面解读才好，这有时候接受自己的不好的一面也是一种释怀，也是一个好事儿。就是也不是盲目说非得去积极解读，也不是那样，就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然后下一个技巧呢，就是如果他的对抗已经出现了，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对他的对抗，对你的反感，进行认同，同时。认同之后要进行引导，也就是说，目的啊，引导认同之后，在引导的目的呢，就是要保持一种合作伙伴的一种合作状态。比如说这个例子里面啊，你咋知道我咋教育孩子？你又不在我家，你咋什么都知道呢？你当什么都不知道。那作为我们的引导者，我们得先肯定他啊，是的，我的确是不知道哪些有效，哪些无效，我也不能说。但是我们要有一个合作关系嘛，因为他说这话的时候，他已经把你排除在外了。你不是我家，你啥都不知道，这已经把你排除在外了。可是我们得把这个关系得粘合回来，就是我们要成为合作伙伴，对吧？那我是不知道，可是我们是伙伴呢，我们是合作关系啊。那就是同意他对你的反感之余，还要加入一些引导词，就是把你们的关系给保持下来。好，那七八就忽略了啊。MI 有一个核心的，核心的逻辑就是让对方一直有信心。那如何做呢？有时候是有方向性引导，是有方向性的，这个方向性是由你来主导的，就是引导者来主导的。还有一些呢是无方向性的，那这个无方向性呢是让对方来自我发挥的。那我们呢，为什么让他自我发挥呢？就是目的，我们总是要激活他的动力，就是内在的动力，我们要激活他的内在动力，所以都是让他自我发挥比较好一点。就只要这个事情不是那么危险的时候，就这个谈话内容不是那么危险的时候，思想上不那么危险的时候，你就让他自我发挥。那么，这一步骤就是反思、改变、言谈。这个步骤是怎么回事儿呢？就是我们之前不是说嘛，他要反思他的现状不太好，然后他要畅想他改变了以后是比较好，对吧？然后呢，他对这个事儿，他改变这个事儿，他是不是有信心呢？然后他要去着手去改这个事儿了，这4个步骤，对不对？
那么这四步骤，我们对他在这4个步骤中的谈话所表达出来的内容，我们要如何进行回应？那么我们回应的时候呢，就是目的回应他的目的，就让他有信心，在他这个嗯4步骤，无论哪个就让他有信心，目的就是这个。请大家提问啊，踊跃举手。那 Ralph 他刚刚说呢，对于这个方法能不能改变到抑郁症的患者，主要就是看抑郁症患者他是否想改变。他如果想改变的话，当然我们可以把抑郁症这个治疗抑郁症看成改变了抑郁状态，看成了改变了抑郁症。那么这个也是一个矛盾点，但关键是这个病人他有没有这样的想法，他有没有说他有意愿要改变？那因为要发掘矛盾点嘛。他如果没有改变、没有想法、没有矛盾点，那么 MI 也是没有用的。就是 Ralph 他说呢，MI 有一个他默认 MI 默认就是每个人他都有改变的意愿，所以呢，在这样的因此呢，因此他可以用这个方式激活对方想改变的意愿，以及让他做出行为来。就是在激活。那么，对于每一个他想自我改变的人来说，因为每个人他都是要自我向上的嘛。那么，对于每一个自我向上、想自我改变的人来说，他有这个意愿，那么当然，MI 也是对他就是有用的。而多一个人去陪伴他，去把这个事情做好，那当然是更加积极、更加好的一件事情。我哪怕是说我给一个抑郁症人做饭，对不对？那么他也是一个對他的一個陪伴，也是 MI 的一個措施。頭先講啦，就係大家都好認可嘅，就係話，可能語氣啦，同埋態度咧，都係好重要。嗯但係為乜嘢就係話，我哋睇到嘅呢本書俾我哋嘅例子，可能都係唔實用嘅咧？點解都係咁樣咧？咁我自己諗諗下，可唔可以係咁理解啦？因為我哋係中國人啊嘛，係東方人啊嘛，所以咧可能就係聽佢哋西人講嘅，sounds like 或者係 look like，可能唔係幾啱聽。你聽起來很生氣，你聽起來看上去如何如何。那我的意思呢，就是說，如果我們把這個立場改變一下，就我們不要說你聽起來。你看上去，咱們不要這麼講。那我們可不可以這麼說？哎，我們之前的這個想法，咱們之前經歷的那些事兒，就是給我們帶來極大的痛苦。如果我們這樣說的話，會不會更好？就我把這個立場，覺得要看，嗯，就將個立場係轉過嚟嘅。我覺得都可以。其實要睇你同你要講嘢嗰個人嗰個日常對話係點樣咯，係啦，啊，係嘛？其實即係唔係話，係因為你同每個人講嘢個態度都唔同噶嘛。意思咧係咯，就係話唔係咁固定嘅，唔係，不是有一個句式，不是有固定句式的，但是我們有固定的這個宗旨，就是談話的宗旨和目的啊。冇錯。好，我聽我會咁樣諗嘅。其實你90%都係要維持住同之前大約嘅態度，你都唔可以一下子180度改變嘅。但係你可以多少少咯。咁今次講完呢啲嘢，可能只係俾多少少可以問嘅問題，同埋少少唔同嘅可能改變嘅態度嘅方向俾你啦。咁你可能都係改10%或者20%，慢慢改咯，係咯。咁係啦，同埋更加重要係呢樣嘢，可能影響咗你同嗰個人其實長遠嗰個關係。因為譬如作為一個母親嘅角色，每個人心裏邊可能有個諗法係咪？但係你開始傾呢啲嘢嘅時候，其實你個角色會多咗，即係你做多咗唔同嘅嘢。咁你可能都要自己諗下，你對於嗰個人，你扮演嘅角色係咪要有啲改變咯？呢個係個背後嗰個心法咯，我覺得其實最重要。咁當你做嗰樣嘢嘅時候，咁你態度自然就會跟隨而改變。所以你可能思下自己嘅角色比較重要啲咯。我個人認為係咁樣樣咯，係咯，係啊。唔知冇答到你問題，係咯，係。但係呢啲唔會一下子嘅，一定係慢慢嘅。係咪？一下子大家都會覺得好奇怪咁，係咪？係咯，我都係咁。OK，好嗱，我哋今日時間就唔好意思啊，真係超咗時啦，咁要喺呢度結束啦。
咁就首先好多謝阿 Ralph 啦，準備咗好係豐富嘅資料。咁但係我都係明白嘅，一次過講咗咧，好難完全將一套嘅技巧咧，可以完全即係講晒嘅。咁同埋正如阿 Ralph 今日所分享嘅當中，成日都強調咗好多次咧，就係我哋需要去練習嘅，去試嘅嚇。咁或者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我估今日係一個入門啦，俾大家知道哦，原來係有呢一樣嘢，有呢一種方法。相對於我哋平日同我哋身邊嘅人嘅溝通，或者點樣想幫佢做改變咧，俾我哋多啲嘅啟發啦。咁但係如果大家對於呢一個方法有興趣嘅時候咧，可以自己再去深入了解下啦。譬如可能去圖書館借呢一方面嘅書嚟睇下啦，或者有機會你喺 Parfait 見到阿 Ralph 可以再同佢深入又再傾下。好，唔該晒 Ralph。誒唔好咁講，多謝多謝。啊，同埋我可唔可以留我 email 俾大家？如果有咩問題都可以問我咯，咁都係啊，可以。好啊，你喺個 chat room 嗰個留低個 email 啊。好啊，同埋呢個 PowerPoint 會唔會 share 俾大家？我 PowerPoint 最後會嘅，嗰度都有我 email 嘅。會嘅，係咯，會嘅，會 share 俾係咯。大家嘅嚇。好，咁啊 OK，咁有咩隨時歡迎大家問我嚇，多謝好，大家。唔該晒 Ralph，謝謝 Ralph。Thank you，Thank OK。you，謝謝。謝謝 Ram。